咁遇到一個同自己擁有相同興趣啦、喜好嘅伴侶咧，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。而我今次咧亦都好幸運啦，遇到咗一對擁有呢一個特質嘅couples，佢哋會一齊打機啦，去睇動漫啦，去儲一啲嘅動漫周邊啦。今次嘅項目咧，我就要將佢哋呢一個嘅喜好啦，融入到去設計當中。嚟到間隔嘅部分啦，單位原先咧係一個3房2廁嘅格局嚟嘅，客廳俾我嘅感覺咧略顯局促。由於咧只係需要2個人去居住啦，我都會借助一啲間隔改動啦，去優化翻佢哋嘅生活動線嘅。首先，我會將原有2個廁所嘅間隔啦改動咗，變成一個分離式設計。然後咧，我將原先嘅2房啦打通咗佢，改動成為咗客廳嘅位置。經過咗呢個改動之後咧，我更加可以喺大門前方咧做咗一組高櫃，去分區翻玄關啦、飯廳嘅功能，同時亦都可以解決咗遊戲卡帶嘅收納問題。佢哋2個咧都好中意玩電腦遊戲嘅，咁我就將原先嘅客廳咧改動為一個打電腦 game 嘅一個嘅區域，剩低嘅廚房同埋睡房咧就保留翻原本嘅位置。咁由於咧原先嘅客飯廳咧係一個長方形加比較沉悶嘅佈局嚟嘅，而呢個單位咧只需要2個人住啦，空間非常之充足。咁我就喺大門嘅正前方啦，去擺放咗一組可以3邊使用嘅高櫃。呢個櫃咧充當住玄關嘅鞋櫃啦、飯台嘅餐邊櫃啦，同時咧亦都可以俾佢擺放大量一啲遊戲卡帶啦、動漫周邊物品嘅一個收納空間。比起用一個展示嘅形式咧，我同屋主傾過咧，將佢收納得整齊咧係更加重要嘅。為咗令到呢一個嘅區域咧更顯精緻啦，我借用咗地板嘅材質分割啦，用咗一個紅白相間嘅小型瓷磚，配合飯台上邊一支比較特色嘅搖臂燈啦，令到呢一個嘅區域咧更顯特色嘅。嚟到去原先客廳靠窗嘅位置啦，為咗令到佢哋可以好 close 咁樣去玩電腦啦，我特登做咗一個左右平放水平嘅設計嘅。佢哋各自會擁有自己嘅電腦啦，亦都擁有自己嘅升降台。咁隔離咧就擁有一個好大面積嘅玻璃窗啦，望到一片好大嘅山景。我喺呢一個嘅窗台個位置咧，就加深咗佢，做咗一個小小嘅 relax corner。令到呢個空間除咗可以玩電腦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作為一個休憩嘅區域。由於呢個窗會比較大啦，咁我哋都做咗一個電動嘅升降晾衫架，充當埋一個可以晾衫嘅區域。廚房咧就沿用翻本身嘅位置啦，咁但係都做咗一啲設計配合翻佢哋嘅需求。佢哋希望可以有足夠嘅空間俾2個人同時煮食啦，咁但係廚房空間有限，經過考慮之後咧，我哋取捨就冇做到一個 U 型嘅形狀嘅櫥櫃，而係做咗一個單邊嘅高櫃啦，去解決翻一啲電器嘅收納。而另一邊咧就做翻一個比較寬敞嘅台面，足夠2個人同時可以喺度煮食嘅。咁望起上嚟，其實廚房嘅設計咧都會更加會簡潔舒適嘅。今次嘅設計咧，我將個客廳搬咗去細房嘅位置啦。呢一個嘅改動咧，令到佢睇電視嘅距離咧，比原先嘅客廳咧多咗足足2尺。呢個區域咧，正正係佢哋將來會打機啦、睇電影啦，經常會用到嘅位置嚟嘅。為咗滿足到呢個興趣啦，我亦都喺梳化嘅背後騰空咗一個小空間啦。
安置咗一個可折疊式嘅台啦，主要係想俾多一個台面空間啦，可以俾佢哋一邊進食啦，一邊可以同時享受佢哋嘅玩樂喜好嘅。呢個空間咧本身有2個嘅窗台啦，我亦都將佢延伸咗出嚟。呢一個嘅改動咧，就算有朋友上嚟作客咧，坐多5、6個人都唔成問題嘅。同時亦都考慮到佢哋父母啦，好間唔時會嚟過夜嘅。設計上邊咧，我都做咗一個小型嘅假天花啦，收藏咗一套嘅布簾啦，封閉起嚟咧就會形成咗一個有私隱嘅區域。而客廳嘅另一邊咧，我哋都做咗一個設計感好重嘅一個牆身啦。呢度除咗視覺上會比較豐富之外，亦都包含咗好多一啲收納上嘅考慮。預留咗位置去擺一啲直立式嘅吸塵機啦，甚至有唔少嘅收納空間。呢幅牆嘅背後咧就嚟到浴室嘅位置啦。咁呢個空間咧原先係2個廁所嘅面積嚟嘅，做一個分離設計之後咧，個空間感就大增。俾到一個好寬敞嘅梳洗啦，一個洗衣功能嘅區域啦，個獨立嘅坐廁空間啦，具備浴缸啦同埋企缸嘅一個寬敞嘅沐浴區域嘅。我做設計嘅習慣咧，係會按屋主嘅喜好啦、生活需求啦嚟劃分空間嘅。咁喺今次咧，了解到佢哋2個都共同鍾意打機啦、睇動漫啦、儲一啲遊戲卡帶啦，就覺得好有趣，好想可以滿足到佢哋呢個生活需求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俾到一個好分裂嘅佈局出嚟嘅，可以等佢哋好忘我咁樣享受到一啲娛樂嘅時間。